全書總結：金錢博弈是一部將金融操作、政治角力與人性剖析交織在一起的真實商業紀實。全書以新橋資本牽頭收購並最終出售韓國第一銀行這一世紀併購案為主線，通過倒敘、插敘的方式，將讀者帶入一場關乎數十億美元、牽動國家金融安全與民族情緒的金錢博弈。危機背景與交易緣起：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東亞，韓國外匯儲備枯竭，企業債務違約潮爆發，位列韓國四大行之一的韓國第一銀行 KBK 資不抵債，成為政府必須救火的目標。韓國政府既想迅速止血，又必須向公眾交代賣國嫌疑，國際投資者則虎視眈眈，意圖撿漏低價資產。作者單偉建時任新橋資本合夥人，憑借在華爾街與亞洲市場的經驗，決定牽頭競購 KBK。競購博弈，多方利益的拉鋸戰。對手與夥伴，高盛、渣打、本地財團紛紛表達興趣。新橋不僅要展示資金實力，還要化解對方對其外資掠奪的質疑。政府訴求，韓國財政部、金融監督委員會 FSC 要求注資、承擔不良資產、確保本土管理層留任等附加條件，使得交易結構複雜化。民族情緒，街頭示威，媒體輿論將收購與金融殖民掛鈎。作者在書中多次反思作為外來者如何贏得信任。交易設計與談判策略。價格與結構，最終方案是政府與新橋共同注資約9億美元，其中政府承擔部分壞賬，新橋獲取控股權。這種公私合營模式既緩解了財政壓力，也令新橋暴露有限風險。治理安排，作者力主引入國際風險管理框架，同時保留本土銀行牌照與網點網絡，實現外資技術加本地運營的協同。時間窗口，危機最具破壞力的前30天決定成敗。作者團隊多次跨國往返，與韓國總統經濟顧問、財長、FSC 主席閉門磋商，利用週末趕出正12000韓灣2雙版本協議，體現了私募基金閃電戰式節奏。整合與重生，5年扭虧的管理實踐，成交後的新橋面臨第二戰場，銀行運營。管理層更替，作者與韓國央行、政府委任的獨立董事組成董事會，替換原管理層，建立以風險控制為核心的績效考核體系。風險剝離，與政府共同設立資產管理公司承接不良貸款，避免在年報中一次性侵蝕資本金。業務創新，引入信用卡、按揭貸款等零售金融產品，提升客戶黏性。同時壓降高風險投資，使資本充足率從不足8%升至12%以上。文化衝突，美籍基金經理與韓國員工在會議節奏、決策層級上多次碰撞。作者通過導師制與季度經營評審，將西方流程與東方人情調和。退出與再博弈，至33億美元賣給渣打，5年的重組期裏 ，KBK 資產規模翻倍至400億美元。作者與政府決定出售控股權，渣打銀行出價33億美元，成為買家。其之所以甘願溢價，是因為 KBK 的風險管理體系被認定優於自身。這一結果印證了作者先治病，再賣好價的思路。全書思想與啟示：投資邏輯，危機資產並非只看賬面折價，更要看政府與監管的容忍度、資產質量下收速度以及治理結構能否重塑。政商博弈，在新興市場，金融交易本質上是技術加政治雙賽道，缺一不可。作者多次利用透明溝通加利益共享降低政府戒心。風險管理，書中反覆強調風險文化而非單純風險工具，從董事會層級到前線員工都要有主人翁意識。人性洞察，談判桌上除了數字，還有情緒、民族自豪與個人聲譽。作者在關鍵時刻主動背鍋，為團隊爭取決策彈性，體現了領導藝術。現實意義與閱讀價值，對私募股權或不良資產從業者提供跨境收購、政府溝通、銀行重組的實操範本，對企業管理者展示危機時期如何快速決策、整合資源、激勵團隊。
對普通讀者，讓金融全球化與民族情緒的張力具象化，理解每一次金融危機背後人的選擇。結語：金錢博弈不僅記錄了一次傳奇併購，更通過細節呈現資本、權力與信任三者的動態平衡。作者以親歷者視角告訴我們，在不確定的世界裏，真正稀缺的不是資金，而是能夠凝聚多方利益，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的洞察與擔當。應用篇：金錢博弈不僅是一部併購紀實，更是一套可操作的方法論。在實際業務中，可從以下4個維度落地：一、投資併購，先算政治加技術雙成本。書中最大的啟示是，跨境收購新興市場銀行時，資金只是籌碼之一，政府與公眾情緒同樣是決定性變量。單偉建團隊在韓國第一銀行項目中，通過政府承擔壞賬、新橋獲取控股權的結構，把財政壓力與市場質疑同時化解，最終撬動交易。現實操作中，應當一把監管與輿論納入估值模型，測算政治風險溢價。二、設計多方共贏的損失分擔機制，例如政府、本地管理層與外資方共同持股，既保證控制權，又讓本土利益看得見。三、把談判視為多階段博弈，利用時間窗口製造緊迫感，在關鍵節點前完成關鍵條款。二、風險管理，用數據和流程重塑資產質量。接管後，新橋成立決策科學部，以統計模型對零售貸款進行自動化審批與監控，不良率被牢牢壓在預期之內。在任何需要信用評估的業務場景，都可一搭建類似決策科學部的獨立風險實驗室，集中清洗數據，迭代模型。二、把貸前評分卡、貸後監控與損失預測一體化，實時更新參數。三、讓模型輸出可解釋、可審計的決策依據，嵌入現有流程，減少人情與主觀偏差。三、科技賦能，讓火箭科學變成 AI 科學。書中所稱的統計算法，放到今天就是機器學習與大數據平台。除了信貸，這一方法論還能外溢到：一、運營效率，用 RPA 加 BI 把對象、報表、合規檢查流程自動化。以客戶體驗，在獲客、產品定價、交叉銷售環節引入推薦引擎。三、合規與反洗錢，把實時監測、可疑交易上報與模型迭代做成閉環。四、利益相關方博弈，用調整前提贏得雙贏。博弈論強調，若現有規則導致不利結局，可重新設定懲罰與激勵來改變博弈結構。本書中，新橋與韓國政府圍繞不良資產處置、管理層留任反覆拉鋸，本質是一場多次博弈。一、識別關鍵參與者及其成果，對政府、員工、債權人分別設置獎勵、懲罰矩陣。二、通過分階段披露信息，設置里程碑，降低對手的不確定恐懼。三、在合同裏引入動態調整條款，例如未來若資本充足率未達 X%，賣方需補償差額，把風險進一步後置。結語：金錢博弈告訴我們，真正的價值在於把資本、權力與信任三者串成閉環。無論是跨境併購、銀行重組，還是科技賦能與合規治理，只要遵循技術量化風險、治理鎖定利益、溝通贏得時間的原則，就能把書中的經驗轉化為可複製的實踐，為任何組織的複雜決策提供行動路線圖。金句篇：在任何重大交易中，都需為對方着想，否則很難談攏。我的人生哲學從來就是時刻準備着，把握機會，所以當機會來臨時，我已經做好了準備。此舉確實贏得了金監會團隊的好感，但是一旦嘗到了甜頭，政府方面就開始要求更多的讓步。資本市場的冬天來了，投行業務都要凍結，很長時間都沒事兒幹，我決定該加入買方了。時和勢往往決定命運，但很難預料。能不能把握住，就看自己了。我覺得這一切都難以置信。他已經準備和我結婚了，這怎麼可能呢？一，因為你的個性，而且我覺得你能學會的。搞投行只有20%是搞金融，80%是搞關係，這實在不適合我。人心大凡如此，只有來之不易的東西才珍貴。我後悔過早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讓步。
我漸漸意識到，金監會團隊的談判技巧很簡單，這就是不斷試探我們的底線。從機會稱內有準備的人，到交易本質是為對方着想，這10句話勾勒出作者在危機併購中反覆驗證的規律。先看清大勢，把握時機，再以同理心搭建信任。談判時既要示弱以獲讓步，也要守住底線以防被吞噬。他們提醒我們，金融操作背後是人與情緒的拉鋸，唯有技術、策略與品格並重，方能在複雜的政商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